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讲到我们请本堂郑牧师来讲到，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第8讲耶稣与理性主义者。耶稣与理性主义者。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的经过平安，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主日能够再次有福气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炎热的夏天中间，我们还是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然后还有这个福气来敬拜神。那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礼拜中间，我们教会的有8个我们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灾后的重建团。他们已经到那地方，也有报平安回来，也告诉我们在他们的运作，他们如何将我们教会里面的8个人就分成2个，男的跟女的分成在不同的地点，然后互相交换。然后虽然他们还是有需要很多沟通的地方，但是总是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服事。我们盼望，因为日本是一个是神权国的这种宗教信仰神国的，它不是真正的神社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们对福音的接受度非常的低，他们甚至基督徒只是在0.多%而已。那我们盼望这次所做的能够让他们领受到，不是我们能够去，而是因为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更愿意在他们灾民在1年多还没有办法能够复原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到那边去帮助他们。我们愿神帮助在那些所有的志工、所有的义工，他们不是只有包括我们8个人，还有一些总共一团是20个到22个人去，盼望一切都能够顺利。那还有我们这个团呢，总共是有4个团，甚至有可能会增加到5个团。那所以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将这个事情能够荣耀神。这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发生的比较大的事情。那不管怎样，我们在这暑假中间有很多的活动都在进行着，我们甚至是盼望神能够看顾我们所有的人。像最近学生们都已经放假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开始去到海边去戏水，然后就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所以真的很需要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青年们，他们在暑假没有上课的时候，说不定他们已经压抑很久了，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疯狂、比较不受限制的这种情形呢。我们盼望我们当父母的呢能够关心他们。那教会呢，当然用了很多个活动，也能够让他们在活动中间能够求到帮助。这是我们盼望在暑假的时候会有稍微的不一样的地方，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那我们继续再看耶稣与现代人，我们进到第8讲里面，我们还是同样会再问同样的问题：耶稣难道只是在2000年前的这位耶稣吗？他对现代我们没有所帮助吗？我们从好几个议题已经知道，耶稣跟现代人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在。上次我们讲到以自义的人，就是你自以为自己是很好的人，我们常常就犯下了一些错误。自己以为好的话，你就高扬了自己，高举了自己，甚至超过你自己的能力的范围之内。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在社会所看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些高官们，他们不只是收贿，还甚至是索贿的事情。他们讲的口气里面就发现到，原来也是在高举自己，以后就走入另外一个困境中间。这是我们人常常会犯到的。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用那个税吏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成为常常有忧伤痛悔的心的人，才会被称为是义人。这是耶稣亲自举的那个例子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是高举自己的法利赛人，一个是谦卑认罪的一个税吏。
耶稣就称这位谦卑认罪的税吏呢，乃是一个义人。他告诉我们有2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敬畏神，第二个我们要常常怀有忧伤痛悔的心，因为神所看的就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所以盼望我们在字义的部分呢，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如何谦卑的顺服。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讲到有关理性主义者。那接下来大概还有2讲，我们就要结束有关耶稣与现代人。在理性主义者呢，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吗？理性主义者难道是一个不好的吗？等一下我们也都会提到，理性主义者他有很多个优点在，他并不是他不好，也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跟理性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要用来了解有关信仰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在。例如说，你可以相信下面这几句啊，用你的理性来相信吗？处女能够怀孕，甚至还生子吗？人死了以后能够复活吗？单单靠着祷告就能够解决问题吗？单单悔改信主就有永生的盼望，就这么简单吗？我想这几个问题还有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的小组讨论里面也有问到这个问题，所以你还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站在我们人所能够理解，我们所有过去的这些的教育等等给我们的这些输入里面，所以社会等等知识给我们的输入呢，我们有很多用这些知识为基础去了解，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就是用我们的理性。所谓理性到底是什么？理性就是你过去已经证实的，很多人都已经讲过的，这些都是大家共同认同，这是一个正确的。用这个来当基础去判断很多事情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理性主义者。超过这些范围，他就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它不存在吗？还是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我相信我们问题就是存在这个地方，他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就不相信了。那其实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不明白的地方，难道就不能相信吗？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这几个问题，甚至超过这几个问题中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相信，因为用理性来想的话，就没有办法去相信。其实是不只是这样，连耶稣的门徒都有这样。耶稣的门徒多马，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出现给这些他的门徒们看的时候，当时多马不在，所以等多马一回来的时候，他也等于是他们的这些同样的学生就很高兴，告诉多马，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多马就说这样，很理性的讲，除非我看到他手钉的这个钉痕，还有怎样，还有手指头还探进去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孔在，然后再看看他的这个手的肋旁，因为主耶稣最后那个兵丁用枪戳了他这个地方斜下之后，肋骨旁，然后流出血跟水，才知道说耶稣已经他的肉体的生命已经死掉，所以不用再把他的脚打断了。所以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孔在。所以除非我去看到他手的孔跟这个孔，我绝对不相信。这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用他所能够明白的，他不能明白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这是第一个，不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问题。多马跟着耶稣已经3年半的，一天到晚在听耶稣所讲天国的事情，讲上帝的事情，他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我们今天所看这个经节里面讲到尼哥底母呢，他用他的理性思考，他知道耶稣说他有神，已经有神跟他同在，所以他没有办法行这些神迹，那就想要去了解神的国。那耶稣告诉他说，你一定要重生，你才能够见到神的国。他就不了解神怎么重生呢？重生英文是写说 born again，born 就是生出来，再生一次，怎么可能呢？难道我要进母亲的腹部里面再重新生出来吗？所以他也是一样，他碰到要用理智、用科技来理解的话呢，我们就面对这个宗教这些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问题。我相信很理性的者，他常常可以用很多个理由，找出很多对这个信仰上的质疑。那耶稣如何去面对他们呢？我们每次要受洗的时候，
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当五旬节主耶稣彼得他受圣灵感动之后，他就向所有的犹太人来讲，有一大篇的这个讲道里面提到说，包括主耶稣，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我们里面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样讲完之后，第2章37节告诉我们，众人听了就扎心了，就问彼得说：“我们当如何行？”那时候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认罪，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你的罪就得到赦免，同时你就领受圣灵。”那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直接在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小会的时候召开，然后就用问道理，请他分享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啊？你的这个领受对主耶稣这信仰的领受到底是如何？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那个认罪的部分，所以后来就是牧师就另外在要受洗之前找个时间，跟这个要准备要受洗的人跟他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那要直接认罪也是非常的难，也是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谈，所以牧师给他定了3个方向。牧师单独跟他谈的第一个事情说：你有没有什么在信仰上不理解的，你可以拿出来问。第二个才讲到说，你有什么觉得你需要牧师为你祷告的。第三个，你有什么罪要认。我相信每一位要受洗之前的时候，牧师都跟他谈了这些问题。当然很多人就会谈到有关信仰上他不了解的地方，所以他们问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同样的，都是因为根据我们的理性，根据我们所知的这个科技也好，所有的知识也好，他常常有一些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原来我们所知道是因为我们就像今天我们会谈到，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到灵的部分去，我们只停在身心或是灵魂这个灵魂跟体的这个部分而已。不管是怎样，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有关信仰这个用理性来问这些问题，但是耶稣呢都要帮助你。今天的经节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这部分，所以我们要看耶稣他如何来面对像尼哥底母他所提出来有关理性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理性主义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第一个，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追寻真理的人。就像尼哥底母，他一开始来找耶稣的是晚上来，他怕人家看见，但是他来的时候，他讲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们是非常清楚真正的这情形是怎样。但他来问耶稣之后，就是想要了解到神如何跟他同在，神的国到底是怎样呢？他们是追寻真理的人。第二个呢，他们非常重视事实，所以他刚才讲那句话里面，他说：“所以主耶稣，你是怎样？你是一定是有神跟你同在，活着没有办法的。”他们看清整个事实是怎样，他们不会去污蔑这个事实。事实就是事实，因为就是理性嘛。理性就是要讲求能够合乎解释，能够说明得出来的，那才叫做是理性。所以他们是一个看重的，他们是看重事实的。那第三个呢？但是呢，他们只能用已知的有限知识来做结论。所以后来尼哥底母讲耶稣能够行神迹，哇，讲的这样有神的同在，但是他的定位只是停在这样，你是一个师傅。你是做老师的而已，就是我们所有这些人里面，你比我们知道更多，所以你可以教导我们，就仅于此而已，只是一个师傅。所以这是用我们有限的知识能够做结论而已。第四呢，他们是渴慕真理的人。尼哥底母讲了这么多，跟上帝、跟耶稣的对话中间呢，最后就是希望能够怎样，能够见到神的国，能够去明白神的国的意思。所以我们对理性主义者呢，我们没有排斥他们，我们也不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他们有他们的局限在。说到知识，说到一切都要用理性来解释的时候，就说到这。所以我们看到对他们的认识，其实他们是追求真理的人，他们也能够看清他们的事实是怎样，但是他们受到有限知识的限制，他们是一个追求真理。所以耶稣就针对这样告诉他什么叫做真理呢？耶稣对真理的揭示呢，第一点他告诉我们，你要重生，你才有办法见神的国。在第3章第3节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里面有一个字，一个动词，就是见神的国。
因为下一句里面是进入神的国，是不一样的地方。你要重生，要 born again， 要重新再生出来，怎么生呢？是后面会讲到，原来是要从灵里面再生，不是我们的肉体重新再生一次，而是我们旧的生命已经要毁掉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我们受到原来这个社会整个污染的这个生命呢，要把它废掉，重新换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从圣灵而来的生命在我们身，你才能够看见神的国。什么叫看见神的国呢？你才明白有一个灵的世界在。你要是没有这从灵里面来的启示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灵的世界存在。这只是看见而已，就像你去看到一间房子，你还没有进到里面，你知道这边有一间房子在，原来这个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个灵的世界在。你要如果能够进入呢，就要讲说你要从水跟圣灵才生，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英文里面都写是 enter， 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写一个 enter into， 你直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重生只是从灵里面你了解到有灵的这个生命了，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有神在掌权的地方，但是你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有份于他，除非你要怎样，要受洗，从水跟圣灵来生。在第3章第5节到第6节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从水生，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我们只是依靠我们的肉身的时候，我们不去想我们有关灵的那部分，这是神赏赐给我们人的。当神创造所有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创造而已，说一句他就有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创造了人之后，神不只是这样，神还特别的去创造他，还吹了一口活的灵气给他，所以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只是一个活人而已，我不是只是呼吸的有这种呼吸的活人，我还有一个灵在。灵是什么？是神赏赐给人特别的东西。你有灵，你才有办法跟神来相通。动物都没有灵，动物只有有身心而已，所以它有肉体，它能够呼吸，它也有智慧。你训练它之后，它就能够变成跟人越来越有智慧一样。但是他不知道要敬拜神，因为他没有灵在，只有人有这个灵，所以你要进入到灵的里面那一个范围里面，你才有办法跟神能够相通。我们讲到说，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将这个宇宙万物的管理权交给人，因为人有身心灵，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不只有这个肉体可以管理物质的部分，他还有一个灵可以跟神相通，所以神就借着这个他的灵，然后跟他同在以后，然后他就能够去管理。要是你将你的灵交给黑暗的势力的时候，就是黑暗势力在管理的，所以人做出来的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神是灵，只有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神本身没有生，所以他不能管这个世界。他如何管理这世界，是借着我们人，因为他将这个特权交给人了。所以我们要是敬拜偶像的话，等于是我们将我们的灵交给了偶像，偶像就借着我们的灵，借着我们的身来管理这世界。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受到黑暗势力的辖制的，黑暗势力就借着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出来。所以我们再回复到神的国度里面，意思就是这样，就将我们的灵重新再交给了神一次。神的灵就跟我们同在之后，就借着我们的身开始去管理这世界。这世界就成为顺服在神、谦卑顺服在神的，神能够掌权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有关你要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不是只有看见，要进入到里面呢，你一定要受洗，你要从水跟圣里面来生。当时候尼哥底母一定不太了解圣灵的事情，所以耶稣进一步来告诉他说，圣灵就像风一样的真实啊，你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跟像风一样的真实。我们虽然看不见风从哪里来，又不知道它往哪里去，但是我们都可以听见风的声音，而且感觉到风的存在。风确实也是真实的存在，圣灵也是这个样子。人能够从圣灵里面重生呢，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也是这样子的真实。
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这圣灵充满，或是圣灵帮助你的这种感觉。你有可能不会像很多人圣灵充满之后就跌倒，就大哭，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出来。但是当你的灵感受到有一种平安跟你同在，当你感受到你从来没有想到一件事情，突然就有一个念头出来，而这个念头是很合乎神的教导的部分，圣灵就是跟你同在了，圣灵在帮助着你。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或者是说像新约里面看到那些使徒们，那些能够去医病、能够赶鬼，就是圣灵帮助着他们。彼得能够在五旬节的时候讲到，也是这个样子。当你要从我们的身体的地面上物质的这个境界里面，进入到这个灵的境界里面，你只有从灵而生才有办法。所以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你没有办法用地面上的知识来了解，除非你能够进到灵的这部分。所以从这中间我们就看到，原来理性主义者他虽然是一个不错的，但是他有他的盲点存在。还有哪几个盲点呢？第一个盲点，因为他只能用他的知识跟逻辑的思考去想这些问题，没有去想有关灵界的部分。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4节，他对尼哥底母听到之后说重生，那人已经老了，如果能够重生呢？难道要还再进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因为他用他有限的知识、有限的逻辑思考来思考，人要生出来一定是从母亲嘛。那母亲我要重生，是不是要再进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去呢？我们看到第二个盲点呢，因为它仅有怎样魂跟体的盲点，有身跟心，它没有进入到灵的部分。所以当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说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的时候，尼哥底母他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所以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我们发现到尼哥底母其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敬虔派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也是这个公会里面的一员之一，他是一个老师，但是他是理性主义者，他想要借着知识跟逻辑或者是只有身跟心的之物呢，他当然没有办法去理解到生命心灵的这个有关的真理里面。不只是尼哥底母是这样，其实保罗也曾经陷入这种困境，后来他理解了。所以保罗他对这方面的理解呢，原来是理性主义者呢，他的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1节到第12节，还有第14节前段，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他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最后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不能领受神圣灵的事，没有错。我们一直停留在我们属世的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有办法去了解到属灵的事情呢？你一直停留在理性里面，人的知识里面，人的又能够看见、能够证明的东西，能够知道的事情，来当做我们的知识、唯一的知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呢？你当然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那这样来讲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去明白？已经知道他们有这些盲点在，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去明白这些真理呢？所以耶稣就再一次的借着这个机会呢，再一次的来宣讲这个救恩的真理。他说，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样，我们人原来都是有它的局限在，这是最基本的基础，就是这样，人是有限的，人是这样被造物。所以在3章第12节的时候，耶稣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还没有办法相信，那我讲天上的事情，你们当然没有办法相信。何况是在天上的这个事情、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是不明白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理性虽然是理性，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世上所有的事情，而且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了解。那单凭理性更没有办法了解灵界上的事情。那我妈妈最近是跟我们同住在一起，从去年的感恩节开始，但是她最近的状况很不好，她要去
现在已经要洗肾，但是最近洗肾好像又不错，所以医生说改成3次，改成2次。从这个下礼拜开始改成2次。那这中间的时候，他起先是因为胸闷，我们就送到他医院去的时候，结果医生发现到他应该是心脏不好，肾大概也不好，这2个都会引起有关他血液抽出来的所看的这数据，就开始从肾脏里面去医，然后去看，然后去把他的经过几次洗肾之后，把他的身体里面的毒把它先洗掉，让他舒服一点。然后再去处理他的心脏。后来心脏最后的时候呢，本来医生其实一直说服我们说，连心导管都不要看，也不要去检查了，因为我妈已经90岁了。她说90岁的血管呢大概很脆弱，所以我们看就不要去看。她意思是说服我们接受，说不要做。我们也想说也好，我们就说医生说怎样，我们就大部分就说 OK 没有错。但是也很奇妙。民生医院总共有4个心脏内科的医生，里面有一个就告诉我们是这样，我们就说好啊。那第2次再进入那个急诊室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心脏医生，他来看，他也是建议我们说不要做，我们也说好啊。但住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有一天礼拜6的时候呢，突然又觉得很胸闷的时候，那刚好值班的是第3个医师来。这个医师呢不知道前面所有事情，他就说这应该要做，不赶快做不行啊。我们说好啊，我们也说好啊，好，他就送医院，因为我妈已经开始洗肾了。但当初一开始不愿意做的时候，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你要这种显影剂，显影剂一注下去之后，你就一定要洗肾。原来肾好的也要洗肾，所以他们是觉得说还没要洗肾，所以这个不要，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已经开始洗肾了，所以那个医生也觉得说都已经在洗肾，这个应该赶快去看做心导管。我们说好啊，然后就去了。他就当场，我们就在外面等的时候，没有1到1小时，他就叫我们进去看，这是他的血管，这个地方阻塞，这个地方快要阻塞，只剩5%了。我建议这边要摆1支支架，这边要摆1支支架。我们说好，就可以做了。然后那一天刚好是礼拜6，牧师要赶回来，要主理，要讲道，所以我就先回来了。然后结束的时候再问他们说，已经支架放好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胸闷这种情形。我要讲这意思是说，这种情形在我们5年前、10年前，你觉得不可想象的事情，难道一个心脏里面的血管摆个支架，或是觉得它哪边有阻塞，那么简单就可以知道，那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吗？更不要说50年前，更不可思议。以前讲到说要做心导管，大家都怕得要死，说会很痛，又会有危险，又很多。其实还是有危险啊，并不是没有危险，但没有想到这么快、这么简单，它就解决掉了。甚至我们也有人去做 bypass， 血管里面是装一个，另外再装一条，阻塞，所以另外装一条。以前想到这个问题都是1个月以上的事情，你才能够出院。现在3天后竟然会出院。不是住在加护病房，刚刚开完刀在加护病房，没个多久就出普通病房，再几天就出院。我想这是告诉我们怎样，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地面上的事情真的是进步的很厉害，但是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现在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事情，说不定5年后都已经解决掉了。科技这么进步，以前也没有办法想到说我们可以成为宅男，一个人1年都不出去都没有问题。以前的话早就这样，早就饿死掉了，因为不出去怎么可能呢？现在不知道的事情，几年后说不定就很简单解决掉了。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情，我们都一直在进步，何况我们用几年后就能够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说它是不可能吗？不，它不是不可能，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的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到所有事情，地面上都没有办法理解，何况是灵界的部分。那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解决的管道啊。你只有借着这样，从灵的部分就是有关天的部分。除了从天降世为人又复活的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将天上的这些事情启示给人知道的。所以你只有借着主耶稣才有办法。所以最后告诉我们怎样，你要这么领受呢？你就是领受主耶稣当你的救世主，你才有办法解决掉这个问题。
你的理性再怎样理性，你要去了解信仰、了解宗教，没有办法，因为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一个是在地面上的，一个是在天上灵界的事情。你如果能够去明白灵界的问题呢，你要先承认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看清的事实，理性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要了解信仰问题，你只有从神那边来去了解。我们要感谢神恩待我们，他将他天国的奥秘借着主耶稣降世为人之后，来让我们明白，这是神爱我们最极致的这个表现。还不止这样，还为了我们钉着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条路又能够通起来了。罪不再隔绝在我们跟神之间呢，这是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再重新从灵、从水、从灵里面再生的话就可以。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结论来讲，你是一个理性的主义者吗？尼哥底母曾经是理性主义者，但是主耶稣告诉他重生这些道理之后，他有没有改变呢？他用信心跨越的，他用信心跨越了他的理性，他已经相信主耶稣是他的救主。后来的行动里面可以看出来，在约翰福音第7章50节到51节，因为他是公会里面的议员之一，所以他参议会里面的祭司长准备要审，还有法利赛人，他在为难耶稣的时候，他在那边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7章50节到51节说，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讲出很公义的事情，你们都不听主耶稣讲的话，你们就这样定他的罪吗？他没有办法完全去反对这些跟其他这些，但是他至少发出他公义的声音出来，为主耶稣辩辩。然后在主耶稣已经肉体已经死了之后呢，在约翰福音第19章的第39节40节里面呢，也记载的这样讲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他虽然没有办法帮助耶稣不钉十字架，但是他非常的敬畏耶稣，他知道他是一个救主，所以他做了这些事情。尼哥底母不再是用他的理性，一开始他只能用理性想要去了解重生，了解神的国。耶稣告诉他之后，他就明白了。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呢？你对这几个问题你觉得怎样？你确定你已经是从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了吗？你已经进入到看见神的国，甚至进入到神的国，去知道灵的部分了吗？还是只是来做礼拜的宗教信徒？理论知识上我知道，我需要有一个信仰，我需要有一个宗教让我能够依靠，就是这样子吗？这样的话，你只是停在你的身心，你没有办法进到灵的部分，你没有办法了解到神国的部分。主耶稣告诉我们，若非重生，你没有办法见到神的国，只是见到而已。你要从水跟圣灵生，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你了解知道有一个基督教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你仅在此做礼拜这样还不够的。你要进入到跟神、跟主耶稣能够连结在此，你就然认罪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之后，你才能够代表你是从水跟圣灵而生，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你去看你想要买一个房屋的话，你到外面只是看到这个房屋外观非常的好，但是当你要买它，你一定要进入到里面去看，开始去看这个地方是合乎我的理想吗？你没有办法进入到里面，你就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好是坏。神的国也是一样，你不是从外面的看而已，你要进入到里面去，你才有办法。所以我们看，我们是一个假定是一个存在是一个理性，要了解信仰的时候，你仅能都是在外面而已。你能够确定你已经信耶稣是你的救赎主，而且已经得到了永生吗？你有这方面的确据吗？如果你不太能够确定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愿意确定要相信主是你的救主，等一下我们为我们来祷告。如果是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有这几个问题要告诉你。
你有可能会像尼哥底母一样，你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有关灵的部分，你只停在你的理智而已。第二个，你有可能像多马一样，你只能相信眼睛看到的，我没有亲手去探这个孔钉痕，这个孔是吧？我不相信。你有可能是像一些科技或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只相信科技可以证明的，其实是科技是最不能讲它是低级的啊，就是在比较次一级的这种知识。所有世界上的大学第一个设立的科系就是这样，就是神学系。他们觉得必须要去研究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很多问题他没有办法理解之后，他们才建立了哲学系，用人可以去想象。然后哲学系之后就开始想到人的关系是怎样，所以开始人文的这种知识科系就出来了。最后才进入到讲理科跟工科技有关这个理，这是最后才发觉到。但还有很多都是没有办法去证明出来，难道它就不存在吗？并不是，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突破的地方。任何事情你都没有说想要的事情，我要科技去进步才有可能。你爱心也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了，你的怜悯心也没有办法。你的怨恨、你的苦毒的心，你也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它，但是它都是存在的，也就是影响了我们人非常严重的。或者是你有可能是一个自我中心，你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信我自己就好，而且我不再有来生，我只要今生做好就好了。所以你跟我讲永生的问题没有用，因为我不相信永生啊，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呢？这都是因为理性而造成的一些问题存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理性主义者的这个盲点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认清楚的，我们是被造物，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就是你的理性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一切，特别是灵的不灵更没有办法解决。然后告诉我们解决办法，你只能信靠主耶稣，因为他是从天而来，告诉我们天里面的奥秘的，所以我们只能用信心来跨越有关理性的这个鸿沟在。针对以前我们所提到刚才讲的那些问题，假定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的神，他是创造从没有去创造了宇宙万物，那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到呢？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而已。他是神，他当然可以从死人复活；他是神，他当然可以这。有怀孕生子也是他定的律例，他当然可以做一个是不是的啊？是神，他就可以做到所有我们提到这些问题。问题是在我们有这个信心吗？你是否已经愿意要做这个信心的跨越，来相信主耶稣为你的罪，你的定十字架，接受主耶稣你的救主吗？这是我们针对还不是成为基督徒，特别是他们非常理性的人所要讲的这些话。这个礼拜我们有问题，我们有小组，我们有几个问题思考，里面告诉我们说，你所面对有关理性问题提出的问题，还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要是你们没有办法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可以向牧师这边反映，牧师会想尽办法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做一个解释。第二个是说，我们要如何带领理性主义的朋友来信耶稣呢？我相信刚才所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你过去曾经有理性跟信心之间的挣扎交战的经验吗？我们如何解决的？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赏赐理性跟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地面上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若要用这个理性或者知识来明白灵神国的事情的时候，